阿仔，爸爸，媽咪生前已經安排咗佢嘅身後事，提前申請咗環保葬嘅意願登記。等陣一齊去市政署處理埋環保葬嘅服務手續，幫媽咪完成埋佢生前最後嘅心願啦。填妥環保葬意願登記申請表，將表格提交到市政署各個服務中心或墳場服務網下辦事處。當登記人身故後，親友為其到具權限實體辦理死亡登記，或到市政署辦理殯葬服務申請時，會作出有關登記環保葬意願嘅提示，從而可按其意願為親友作出合適嘅安排。提提你媽媽生前已經登記咗環保葬意願登記服務㗎啦。我之前辦理死亡登記手續嘅時候，職員已經提醒咗我，媽咪生前已經申請咗環保葬意願登記，今次過嚟就想同我媽咪圓咗佢嘅心願。好嘅，資料正確，環保葬手續已經辦理好啦。等完成環保葬儀式之後，就會按照你哋遞交嘅資料，將先人嘅姓名同埋生活年份刻喺呢個紀念碑上面。你係真正同我分享過心跳嘅人，雖然你平時好論盡又好調皮，但係我哋係一家人，我會永遠守護住你。爺爺，我都填咗啦。環保葬讓先人入土為安，回歸自然，生生不息，將美好嘅環境留俾下一代。回歸自然，永續生命。